歷史記載一大段關於喺日本伊萬里灣嗰片海令到大量嘅失誤，嗰一班人全部失蹤晒。1281年嗰一次係派咗900隻船，另一方派過超過3000隻船，同時間喺嗰個魔鬼區域龍三角失蹤。被4大湖海包圍嘅日本，文化同發展甚至民族嘅來源，傳說都指向大海。Azumi People 傳說中係海神眠津見大神創造佢哋，甚至整個宇宙。Umi no Hai 係日本對海嘅感謝節，所以海係有需要景仰嘅。但若果佢哋嘅小朋友想貼近大海，又有一個傳說話一條巨魚會出嚟將佢哋食掉。日本河童捉到你呢，將你嘅屎忽窿入邊嘅烤子肉扯出嚟。阿瑪比埃、海房主、靈根，都係日本人叫人唔好貼近海嘅警告。但我諗，若果神係造物者，喺湖入邊佢應該唔會傷害人民嘅，除非湖海中嘅根本唔係神，係魔 Devil Sea 魔鬼海、惡魔海，或最多人講嘅龍三角，被譽為亞洲百慕達三角。百慕達三角 2.0， 日本名 Ma no Umi， 有超過2000幾人被記錄喺東至西200英里橫，北至南300英里長。三角由東京、菲律賓接近台灣嗰一片海失蹤。1952到1954年，日本有5架軍艦，超過700人失蹤。古代有傳一次打仗有4萬幾人一次過失蹤。大家好，今日影片會講呢個神秘地帶嘅2部分：一、龍三角；二、佢嘅真相。4萬幾人失蹤。蒙古帝國忽必烈分別喺1274年同1281年2次元日戰爭想侵略日本，都失敗。歷史記載一大段關於喺日本伊萬里灣嗰片海令到大量嘅失誤，嗰一班人全部失蹤晒。1281年嗰一次係派咗900隻船，另一方派過超過3000隻船，同時間喺嗰個魔鬼區域龍三角失蹤。到18世紀話一隻女鬼嘅傳說，再加幾隻魚艇、5個軍艦喺 Iwo Jima、Miyake Island 之間失蹤。最恐怖係1952年，為咗探討龍三角嘅真相，一架名 Kyomaru 5號嘅研究船到龍三角水內失蹤，之後嗰隻艇被揾到，但當中31位研究人員全部消失。唔似 Val Vortexes 咁講話，龍三角啊、百慕達三角係世界12個自然現象。乜嘢嘅自然現象可以淨係令到一大批人失蹤？百慕達三角同龍三角的確係有關係，同美國阿拉斯加三角一個比較少人知道嘅失蹤三角區域喺地圖上係連成一條線，阿拉斯加三角為中間，但比較人少討論，因為失蹤人口喺美國係敏感話題。美國失蹤人口嘅真相亦係亞洲最多人失蹤嘅龍三角嘅真相係一模一樣，亦可以喺另一個地圖揾到。網上自稱嘅共濟會成員用呢個複雜嘅地圖解釋所見到嘅一點一橫係250個存在喺世界嘅外星人基地。我哋嘅山水，甚至我哋雲層中都有一個如城市咁大嘅外星人母艦 Mothership。意思係佢哋一直住喺呢度，唔係外星人，而係唔同品種嘅有智慧人形，同我哋一樣，包括龍族外星人、蜥蜴人、小灰人 Nagas。所有呢啲外星人基地都係有聯繫網嘅，有個通道網絡穿梭自如，就係地圖中呢一條條線去3種嘅外星基地：山海同 Inner Earth 地球核心，一啲存在幾十萬年屬於外星人嘅地下核心城市。而嗰3個三角中嘅百慕達三角同埋我哋今日講嘅龍三角係地球內心世界嘅出入口，因此250個最重要嘅外星人基地就係喺嗰2個角。喺日本龍三角住嘅外星人就係龍族外星人。中國神話都好似有個傳說，話嗰個海住咗一條巨龍，
所以失蹤人口根本唔係去咗啲乜嘢異度空間，而係去咗世界更深嘅一層。但去到面對呢啲根本唔係人嘅嘢，會有乜嘢反應呢？結局係佢哋共存咗，定係俾人殺死咗，俾人食咗，變成實驗品？若果想睇整條影片嘅字幕版，請撳下面第一個連結，成為會員，已經出咗片。地圖上呢位共濟會人員發現百慕達三角都有一大堆金字塔喺附近，相信係嗰個地心世界外星人入口嘅一啲機關。呢條片亦都出咗，撳下面第二個連結，睇日本最近被揾到嘅 Yanaguni Monument 嘅海底金字塔，對應住百慕達三角嘅嗰啲金字塔，係一啲出入口嘅機關。呢啲金字塔媒體估計係超過1萬年嘅古老民族，佢哋最後嘅遺跡被埋沒到海底。呢個可能係真相，但佢哋從來都係喺海底，喺下面。而嗰個古老民族唯一唔同嘅點就係嗰個民族根本唔係人。好啦，咁多謝大家今日繼續嘅支持啦。咁我都覺得好 interesting 嘅呢一個嘅地方，咁我都希望可以講多啲世界奇怪嘅地帶俾大家聽啦。咁如果大家想我講邊度，其實可以喺下面留言同我講噶。咁亦都多謝會員們嘅繼續支持。呢個 full story 係喺我會員嗰度出咗啦。咁如果大家想睇就撳下面嗰兩個連結啦。咁我哋下次喺暗網或者更加奇怪嘅地方，我哋再見啦。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一起來投稿吧。